麦提图尔森琼，双方的拳交汇在了一起。正架对反架的对抗上面，这个后手重拳是很容易交织在一起的。又来一下，现在胡日查比利格的命中率还可以，这一回合。好，又来2下。现在刚才的麦麦提托森琼的迎击好像是有命中的。对，这个麦麦提托森琼呢，更多的是从中路的这个内线的进攻比较多。胡日查比利格呢，更多是从两侧外线进攻多一些。是的。那么这个，所以双方的节奏呢都没有这个打乱。都按照严格执行着教练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安排啊，不要带到对方的节奏里面来。双方的就是敌不动我不动。对，漂亮。你看他这个出拳呢，这个基辅这一拳呢，虽然是打得很正，也很。这个声音很响，但是呢，拳不算是特别重。是的。然后在移动当中，这个前手又是前手。现在胡日查比利格是感觉在抓这个麦麦提图尔森琼移动的方向啊。但是这个有点判断的不是太清。然后你看他这个移动啊，变化也非常多，感觉有一点迷踪步的味道啊。对，这个找不到。你看这个是的，这躲避的非常的灵。你看那么大的个子是吧？能够在这种进攻当中从对方的手臂下穿过，这个确实脚步的移动和灵活程度非常高的。是的，胡日查比利格展现了他在之前的冠军挑战权上的这个灵活的步伐了。现在左右侧的移动啊。胡日查比利格虽然说在抓，但是很少有能抓到啊。他左右手的摆，是的。他在抓这个麦麦提图森琼的同时，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防守。裁判是提醒一下。哦，这个头这个压得太低了，撞到了一起啊，直接撞到了胡日查比利格。这个两名运动员在昨天你主持的这个称重仪式上，已经似乎有点火药味十足。是的，胡日查比利格因为是去年的争夺这个金腰带，对他去年的冠军嘛，他把那条金腰带直接扛在自己的肩上了，然后这边麦麦提图森琼又去抢这条金腰带啊，这条金腰带也不属于我们在擂台上的话，看谁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。对，去年这个我们中国拳王争霸赛呢，只是获得冠军的是胡日查比利格，但是去年还没有金腰带。那么金腰带呢是从今年开始产生的，是的，所以是双方应该是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来争夺。对，我们中国拳王赛呢会进行10个公斤级别这个金腰带的争夺，每一个级别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，是在全运会啊、锦标赛啊、奥运会上有过出色成绩的选手，才能够经过层层筛选，才能来到这个擂台上进行这个表现的。所以说，每位选手都对这条金腰带非常之渴望。麦麦提托森琼去年是没有参加中国拳王争霸赛，所以是今年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拳王赛的擂台上，但是他的这个表现啊，依然是有这种冠军风范的。然后到了第5回合了，进入比赛的下半程，这一回合的节奏依然在加快啊，比利格在不停的往前冲，依然是想冲开对方的这个防守，预判对方的这个移动的位置。对，麦麦提托尔森琼呢，这名拳手的这个大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。是的，一方面是他的比赛场次比较多，230多场，再说大赛经验比较丰富。那么在08年的北京奥运和12年的伦敦奥运2次奥运会都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奥运选手参赛了。是的。我们发现麦麦提图尔森琼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左右手都能进行前后手的转换。刚才我们第4回合、第3回合发现它是一个反架，但是在这个第5回合它也变成一个正架了，它不停的在打乱对方的这个进攻节奏的。对，哦，漂亮，后手重拳很有效果。这个胡日查比利格这次进攻也非常的出色，是的，不错。把麦麦提托尔森琼直接压下去了。刚才的重拳，漂亮。这个回合，这个胡日查比利格进攻比较奏效。是的。现在麦麦提托尔森琼后手拳偷了一下。胡日查比利格这个上勾，刚才这个右上勾打得不错。现在又变成一个反架了。他这个正反架